我近年先明白，會出軌同人搞曖昧嘅男人咧，唔係因為花心，佢哋係內心自卑，係愛無能。呢啲人咧，通常細個係俾人忽視嘅環境下長大啦，或者經歷過感情創傷，所以長大咗之後咧，害怕認真嘅關係。所謂嘅伴侶關係都係一場遊戲，佢嘅快樂係來自於女人對佢嘅仰慕，需要唔同嘅女人去餵養佢嘅自尊心。呢一啲唔係愛啊！而當你提出你嘅感受，佢就會冷暴力、忽冷忽熱，甚至 PUA 你，跟住咧就會開始懷疑自己啦，係咪我唔夠好，所以佢先咁樣？呢啲人咧，你分析佢1萬遍都冇用㗎，因為從來都唔係你夠唔夠好嘅問題。我見咗好多女人咧，個老公出軌3番4次都繼續同佢一齊，身邊啲人都唔明，因為佢唔走啊。其實係佢覺得自己走唔到啊，唉，都一齊咗咁耐啦，如果離開咗佢，我一個人點樣生活？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一個女人有自己嘅賺錢能力、自己嘅事業，管理好你嘅外形，需要怕啲咩？一個經濟獨立嘅女人選擇邊個做佢伴侶，係因為對方滋養到佢生活，唔係需要佢嘅錢或者其他嘢。想擁有美滿嘅愛情關係咧，唔係學識點樣管理好個伴侶，係令自己變得強大，有隨時轉身走嘅底氣。你自然唔會容許任何人糟蹋你。與其花時間去諗下啲渣男點解要咁樣對自己，不如攞精力嚟增值自己。留言自由，加入我嘅免費社群，同你一齊練識強大嘅自己。